我哋又睇下呢一題數，102乘以34。首先，補零，遮住乘數嘅個位，然後乘數嘅10位數字，即係3。32得6， 30得0， 31得3。乘完10位，而家我哋望住個個位啦，即係4，可以開始計算。42得8， 40得0， 41得4。將呢兩個積相加，答案就係3468啦。